呢度唔使時光機，喺香港竟然可以1秒穿越返去80年代。如果想考多次中學入學試，呢度可以俾你實現願望。呢度神還原咗香港人以前住過嘅舊式公屋，碌架床、舊電視，每一件舊物件都係滿滿嘅回憶殺。帶住小朋友撳下舊式點唱機，聽住首跳舞街，喺霓虹燈街巷度打卡，真係好似返去嗰個繁華又純真嘅年代啊！轉個頭去到舊機場嘅候機大堂，望住個航班跳示屏幕，感覺即刻返晒嚟啊！仲有16部細彩電砌成嘅電視牆，同埋超震撼嘅沉浸式投影，叮叮車喺身邊駛過，皇都戲院嘅招牌閃閃發光。行到攰，可以喺懷舊嘅冰室坐下，仲可以整下傳統嘅菠蘿包同埋紅豆冰，真係幾過癮㗎！皇后大道中嘅百年老店承濟堂仲成間搬咗過嚟啊！唔講可能你唔知，中環威靈頓呢一間永和號雜貨店，曾經係賣糧油、洋酒同埋罐頭嘅高級老字號嚟㗎。大螢幕中間，科技同回憶完美咁交融。呢度唔單止係個展覽，更加係3代同堂嘅時光之旅。當小朋友好奇咁了解過去，香港人嘅記憶就傳承咗落去啦。今個週末帶埋屋企人嚟香港歷史博物館啊！記得 save 低條片，約埋屋企人一齊去啊！